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姐姐好。你好，今日我来讲只故事是最快乐嘅人。你一个人，佢你下可能很快乐，其实佢係一個唔快樂嘅人哦。佢是動貴嘅酒，是動好些嘅東西，可是他的臉這樣子，佢個面哎用音傷心，哎呦，有快樂嗎？有影嘅啦。佢就點讀看書，嘿，你書為發講，是聽人家講，健康，香港先啊，香港散讀，最尾香港一隻水沖嘅後背，你大會係乜嘅啊？係隻山龍麼？又嘅新鮮，哇！佢哋當高嘅素材，佢嘅是當沖，堅定嘅廚兒，兩個人看到新鮮，佢是跪下來，哦，新鮮啊！我想我變得快樂，拜託你幫我有力量變得快樂，好嗎？新鮮是講好，我本你有許願望嘅能力，我有隻條件，你是做得去聽書陪生人實現願望，做唔得為自家許願望哦，係講為自家許願望啊，你嘅願望是會破碎。韓國，你嘅心感度是像有100幾這麼堅定嘅情意，痛嘅感覺。其實個，好，我對咧。忽然間，其實來到一隻草叢，有個小妹一啲叫，我個叫蟲走咧，唔見睇，我叫佢簽到如何轉？了時節啦，了解想變到快樂嘅人，其實個啊，有咧，我來試看啊。嗰下新鮮本來有許願望嘅能力，我可能你係真嘅人家嘅，所以佢心肝都是啲想睇書了解小妹啊，青春幾個狗。忽然間，蹦上啊！真的哥哥回來了，給我轉來咧！了小妹啊，笑到很歡喜，老佢講希望你睇書啊，希望你了解想要變到快樂嘅人，知道心肝都有一種奇妙嘅變化。真經常一下快樂了，從那以後佢蹦出來當人，不目珠前面看唔到嘅，再一次重見光明，本擺腳嘅做得行路咧，有人嘅佢想，做乜嘅？我是做得聽書其他人實現願望，該愛呢？我嘅願望呢？其實看人自己嘅書，我想一類花，嘣，真經有花兒出現咧，接下來佢我睇看到。頭前個背頭有很大大類很大這樣嘅花，佢心肝都是知道，肉色唔歡喜。我想啊，很大多嘅東西，動態上報，呢度有千多嘅花兒，各式各樣動靜，哇！真經變出台上報，佢有滿足嗎？冇滿足，佢是講，我想做國王，結果佢真經變成國王。有權利、有錢、有財富嘅乜嘅事有，了時間，佢又開始收，又開始講咧，講人投幾嘅錢，講人拿幾嘅東西，講人摘幾嘅花，佢開始貼當到嘅樽呢，老微笑，去到當個，本皮生意冇法度落到佢嘅屋企，你知道佢有快樂嗎？佢唔快樂啊！佢想到馬上？新鮮錯。佢雜個唱歌改編台聲啦，韓國水草後背兩隻山龍地度行啊行，新鮮草地嘅地基，你來咧，唔快樂嘅人，其實講拜託你聽書嗌，拜託，唔過新鮮啊，也好是背走，背到東腳，其實夾對，來到好把順，再當開解世界，總算有一條好吧。做得是水咧，忽然間一好吧變到動物做，很醜哦，做得是嗎？做唔得，忽然間本佢聽書，聽到給我嘅小妹又出現咧，佢倒了一碗水出來，佢講半一啉，咕嚕，老水啉下去，哇，了水係世界上最清甜、最好啉嘅，原來幫助人。係最快樂嘅，呢個小妹也是係新鮮變嘅。一成來是講拜託你，你再一次幫我有許願嘅能力，我願意去幫助很多人。了解新鮮講，我
冇法度找個本意有信念夢嘅力量咧，你愛靠自家嘅力量去疼惜人。從此以後，佢漸漸是開始慢來嘅去分享、去疼惜人，佢變得最快樂嘅人咧。係講有機會，本意疼惜人，你愛疼惜人嗎？愛嗎？哇，你都喊會哦！give me five，祝福你變得最快樂嘅人！哇哇耶！